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點樣透過電腦全自動咁幫我哋將要做 LoRa Training 裏邊嘅圖片做 caption 嘅。嗱，呢條片咧就係會員頻道專屬嘅影片嚟嘅，咁希望大家會見諒一下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Gary。嗱，咁最重要就話咧，用呢個嘅 workflow 咧，仍然都需要大家有 Comfy UI 先得啦。咁先睇翻個 workflow 係大概點做嘅。嗱，呢個 workflow 咧，仍然當然啦，需要用翻 Comfy UI 啦。喺我哋而家嘅會員頻道嗰度咧，我都係將所有會員頻道嘅 workflow 曾經推介過嘅 workflow 咧，都會擺晒喺嗰個指定嘅目錄裏邊，等大家可以方便去下載嘅。好啦，會員專屬嘅內容有啲咩咧？每一個月最少咧會有一條特定嘅影片咧，只會放喺會員專屬嘅頻道裏邊，等大家咧深入理解 AI 嘅嗰啲叫繪圖啦，有關 AI 攝影嘅技術啦，甚至就係 LLM 嘅一啲叫特別嘅技術嘅。咁當然啦，亦都會有一部分嘅可能叫攝影嘅黑科技會同大家去介紹下。另外就係話我哋會最新第一時間將相關 AI 嘅技術同大家分享翻嘅。當然啦，仲有啦一啲叫幕後花絮啦，即係我做呢啲影片嘅時候一啲過程啦，甚至可能係有少少 NG 啊，或者我一啲唔係幾想出街嘅內容啦。另外最後咧，就希望大家真係支持我呢個頻道，等我呢個頻道可以維持一啲叫優質嘅創作嘅。咁點樣成為我哋嘅會員咧？只需要喺每一條影片嘅下低嗰個加入嘅地方撳一下同意嗰個5蚊月費嘅會籍，你就可以成為我哋嘅會員噶啦。記住最低限度咧，我哋每一個月咧都會推出一條獨家嘅會員嘅影片嘅。好多謝大家支持我呢個 channel，多謝晒。